係2026年8月26號星期三，我係邱靜，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專題。中國自殺英雄殷玉珍同美國教師蔡巧思嘅故事，係一段跨越27年，將5000美元善款變成5萬棵大樹嘅跨國綠色傳奇。呢個故事喺2026年因一場跨國尋人同埋線下重逢而再度轟動全球，被譽為中美民間友誼同人類對抗荒漠化嘅溫暖佳話。兩位老人重逢之後，蔡巧思跟住殷玉珍翻到咗最初嘅嗰片荒漠，睇住20米高嘅層層林海，蔡巧思連連讚嘆 Amazing， 並感動咁話：殷玉珍係中國綠化事業嘅大英雄，我只係個小人物。唔少網友紛紛幽默且溫暖咁回應蔡巧思：內蒙古嘅大門永遠為你敞開，歡迎回家。故事始於1999年10月，當時42歲嘅美國教師蔡巧思透過中美教師交換項目嚟到中國河南洛陽任教。喺一個深夜，佢喺電視上偶然睇到一則英文報道，講述中國普通農村女性殷玉珍喺內蒙古毛烏素沙地與丈夫用雙手艱苦自殺嘅事蹟。自1985年嫁到毛烏素沙地以來，殷玉珍面對漫天黃沙，立下寧可種樹攰死，都不能讓沙子欺負死嘅誓言。蔡巧思被佢完全依靠雙手嘅堅韌精神深深觸動，決定伸出援手。喺接落嚟嘅2個月入面，佢四處聯繫美國機構，成功籌集咗5000美元嘅善款，並捐贈俾殷玉珍。2000年春天，蔡巧思專程前往內蒙古烏審旗嘅毛烏素沙地探訪殷玉珍，並現場體驗咗種樹。當時放眼望去，皆係無邊無際嘅荒涼沙丘。蔡巧思心裏充滿疑問，甚至認為要讓呢片沙地變成森林係幾乎不可能完成嘅使命。面對外國友人嘅疑慮，唔識英文、生性樸實嘅殷玉珍俾出咗一個堅定嘅承諾：你過幾年再返嚟睇，我一定將呢度變成一片森林。離別時，殷玉珍為蔡巧思送上咗親手縫製嘅2雙鞋墊作為回禮。此後，由於通訊不便等原因，兩人漸漸失去咗聯絡。當年嘅5000美元完全化作成拔地而起嘅5萬幾棵大樹，蔓延成一片萬畝綠洲。殷玉珍一家嘅住所亦從當年半截埋進黃沙嘅簡陋地蔭子，變成咗整潔嘅磚瓦房。隨住歲月流逝，當年嘅小樹已成參天大樹。殷玉珍心心念念要讓老朋友看一看。喺媒體嘅幫助下，殷玉珍發布咗一段替樹尋親嘅尋人影片。影片迅速喺大洋彼岸引發迴響，順利咁揾翻咗年近7旬嘅蔡巧思。兩人喺5月18日進行咗跨國視訊通話，敲定咗重逢嘅約定。蔡巧思歷經30幾個鐘嘅飛行，抵達咗內蒙古鄂爾多斯機場。特意着上一身綠色外套嘅殷玉珍同蔡巧思喺機場眼含熱淚，緊緊相擁。呢個擁抱，佢哋等咗整整27年。2026年8月，當蔡巧思真正咁企喺毛烏素沙地，親眼咁睇見當年用5000美元種下嘅嗰片樹林嘅時候，佢嘅反應係極其震撼、感動，並對眼前嘅不可能化為現實感到不可思議。當蔡巧思企喺被命名為蔡巧思林嘅萬畝林海前，望住楊樹、松樹、柏樹層層疊疊鋪展開去，最高嘅甚至已達20米時，佢感到無比震撼。佢一連用咗好幾個 Amazing 同奇蹟嚟形容眼前嘅景象。因為喺2000年初訪時，佢望住漫天黃沙，曾斷言喺呢度種活樹係根本不可能完成嘅使命。而如今眼前嘅蒼翠徹底打破咗佢當年嘅認知，望住風沙漫天嘅荒漠變成咗綠洲。蔡巧思俯身細看，感慨萬千，內心滿是激動與震撼。佢由衷地讚嘆中國喺荒漠化防治和生態治理上嘅巨大成就，並直言過去幾十年中國開展嘅綠化項目係一個規模巨大嘅工程，做得非常叻。儘管呢片樹林係以佢嘅名字命名，但睇到成林嘅巨變後，佢非常謙遜，完全冇居功。佢對隨行人員同媒體一再強調，殷玉珍夫婦先係真正嘅英雄。佢守住咗呢份諾言，我只係個小人物。佢仲提到，當年種樹係為咗感謝和回饋中國對佢嘅善待，而殷玉珍用大半生嘅勞作將佢嘅善意變現，呢證明咗中國人民信守承諾、堅韌不拔嘅美好品質。望住呢片自己曾參與過微小力量嘅樹林，蔡巧思再次熱情投入其中。
佢一邊撫摸着當年只有手指粗，如今已成參天大樹嘅楊樹，一邊再次與殷玉珍共同合作，喺林中種下咗3棵象徵中美民間友誼嘅張子松，並自豪地表示：我喺內蒙古種下咗一棵友誼樹，我哋嘅故事仲將繼續續寫。殷玉珍同蔡巧思嘅故事之所以能夠跨越各界，感動國際間嘅無數人，係因為佢喺地緣政治嘅冷淡時代中，展現咗人類最純粹嘅跨國信任同綠色大愛。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嘅官員梅薩公開咁為呢段跨國自殺嘅故事點讚。佢指出，殷玉珍令本來被認為無法逆轉、難以復甦嘅退化土地重獲生機，充分證明咗生態修復同經濟發展係可以協同推進。梅薩強調，呢份執着嘅綠色初心能夠跨越山海，收穫國際善意並守護至今，係一段跨越各界嘅自沙佳話，生動演繹咗全民參與生態治理嘅磅礴力量。喺中美兩國關係嘅大背景下，呢段故事被各大國際媒體譽為中美民間友誼嘅生動寫照。殷玉珍唔識英文，蔡巧思唔識中文，但綠色成為咗佢哋嘅共同語言。蔡巧思感嘆：中國改變咗佢，讓佢變成咗一個更好嘅人，佢更想當老內而唔係老外。蔡巧思提出嘅觀點得到咗國際大眾嘅廣泛共鳴。2026年5月至8月期間，兩人嘅網路尋親、視訊通話以及最終線下重逢嘅影片喺 Facebook、Instagram、X 等國際主流社交平台上掀起咗轉發熱潮，網友紛紛留言表示，喺如今充斥着衝突與歧視嘅新聞環境中，呢份長達27年、跨越地緣政治嘅承諾與善意，讓人心裏感到無比溫暖。更有好多人評價，呢先係人類命運共同體嘅真實體現，人性嘅光芒真係無國界。網路上流傳最廣嘅係兩人喺內蒙古機場見面時眼含熱淚，緊緊相擁7秒鐘並失聲痛哭嘅影片。好多人注意到27年前喺沙窩裏，殷玉珍因為怕醜躲避咗蔡巧思嘅擁抱，27年後佢主動伸出雙臂牢牢抱住咗佢。網友感嘆，時間改變咗容貌，但改變唔到最純粹嘅情誼。網友對殷玉珍信守承諾，將荒漠變綠洲嘅毅力表達咗無上嘅敬意。佢哋評論，蔡巧思當年嘅善良係一粒種子，而殷玉珍用大半生嘅汗水，讓呢顆種子喺荒漠裏長成咗大樹。呢證實咗善良遇見咗誠信就變成咗奇蹟。對於蔡巧思自謙自己只係小人物，殷玉珍先係大英雄嘅言論，網路上掀起熱評，網民少有地達成一致，善良嘅普通人聚埋一齊，做出嘅就係英雄嘅偉業。你哋兩位都係守護地球嘅英雄。蔡巧思喺受訪時提到，中國人同美國人可以成為一家人，聯合起身可以克服分歧，做好多事。呢句話喺各大社群平台瘋傳，並收穫大量點讚，呢先係最真實、最溫暖嘅民間外交。如果我哋多看彼此嘅相同之處，如保護地球，少放大差異，世界會美好得多。讓政治嘅嘢歸政治，讓社會與善意歸社會。中國嘅自沙歷史上充滿咗無數同命運搏鬥，將青春同生命埋進荒漠嘅感人故事。除咗殷玉珍，仲有無數嘅誓死不向黃沙低頭嘅真實傳奇，最能展現出中國自沙人嘅堅韌同大愛。呢啲故事之所以感人，係因為佢哋唔係為咗追求名利，而係出自一種寧肯自沙攰死，亦不讓風沙欺負死嘅骨氣。正係呢種父傳子、子傳孫嘅愚公移山精神，令中國創造咗庫布齊沙漠、無污素沙地等一個又一個令西方震驚嘅綠色奇蹟。中國自沙英雄嘅故事真係要講嘅話，3日3夜都講唔完。其中一個故事發生喺甘肅古浪縣嘅八步沙，騰格里沙漠南緣嘅一顆毒瘤。當時黃沙正以每年7.5米嘅速度吞噬農田。1981年，郭朝明、賀法林等6位年過半百嘅老漢唔甘心家園被毀，放出豪言：活人不能讓沙子欺負死。佢哋孭住鋪蓋挺進荒漠，注入零下30度嘅地窩。第一年種下嘅1萬畝樹苗被一場大風掛死大半。佢哋坐喺沙丘上大喊一場，擦乾眼淚繼續保種。由於高強度勞作，老漢們相繼病倒。臨終前，佢哋冇俾佢哋嘅仔留下財產，而係留下咗一把鐵鏟。
佢哋立下契約，我做唔喐，個仔接住做，個仔做唔喐，個孫接住做，每家每代必須有人守喺百步沙。如今第二代、第三代都放棄咗城入面穩定嘅工作，重回沙海。40幾年間，三代人接力治理咗20幾萬畝荒漠，讓昔日嘅死亡之海變成咗防風固沙嘅綠色屏障。另一個故事發生喺陝西定邊縣，一位名叫石光銀嘅農民，佢係新中國第一位農民治沙英雄。佢從小飽受風沙之苦，曾被逼搬家9次。1984年，佢成立咗全國首個農民治沙公司，聯合4戶農民向荒漠宣戰。治沙路上最慘烈嘅一幕發生喺2008年植樹節。石光銀嘅獨生子從外地運送樹苗回沙漠嘅途中，不幸遭遇車禍身亡。當時60幾歲嘅石光銀悲痛欲絕，差啲成個人冧埋。但喺個仔落葬後嘅第3天，呢位抹乾眼淚嘅硬漢忍住巨大喪子之痛，再次帶領群眾扛起鐵鏟走向沙丘。佢曾話：我活着就係為咗種樹，只要我仲有一口氣，就要將沙治落去。佢將一生奉獻俾沙漠，治理咗25萬畝荒漠，卻堅持唔買一棵樹，要將綠色永遠留俾後代。中國嘅治沙已經從早期嘅人工苦幹升級為現在嘅科技同產業協同。近年將大數據、無人機同生物技術融入防沙線。過去嘅5年，中國累計完成國土綠化面積366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超過25%，係全球增綠最多、最快嘅國家。全國荒漠化同沙化土地面積持續雙縮減，全國53%嘅可治理沙化土地已經得到咗有效治理。得益於治理成效，中國北方春季嚴重嘅沙塵暴，無論次數同強度均顯著下降。近年平均次數已經由過去嘅12.5次降至9.6次。荒漠化治理係一項跨越幾代人嘅世紀工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面對惡劣嘅自然環境，唔能夠只靠治沙英雄流血流汗，更要用智慧突破瓶頸。我哋應該將眼光睇向10年、30年，甚至50年以後，將沙漠變成綠洲，絕對不再係夢想。今日嘅新聞630就到呢度，大家鍾意呢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仲有留言、分享、訂閱啦，拜拜。